我们一般呢，在说我们要修习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呢，那在讲述这些的时候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在经论里面有提到说呢，我们听闻之后呢，听闻了以后呢，要显现什么样的相貌呢？就是听闻之后，我们的外相呢，要能够显现出极静相。那极静相的意思呢，就是透由听闻和思维之后，我们去改变自己的内心。那能够改变内心的时候呢，我们外面呢所能够现起的形象呢，自然就是属于极静调伏的这种相状。那如果说呢，我们听闻之后呢，外在的相貌，就是外在的这些行为呢，还是没有改变成像是变成山门能够显示出清净或是极静这种相貌的话呢，那就表示说我们听闻之后呢，听闻的这种能力其实是没有显现出来的，因为并没有改变我们。那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除了听闻呢能够显现出外在显现出极静相之外呢，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修行之后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相状呢？那修行之后呢，就是能够调伏心绪中的烦恼，也就是能够调伏相续。所以呢，我们在透由听闻还有修行之后呢，分别产生的相状呢，就是透由听闻我们的外在的行为呢，能够产生极静相。那透由修持呢，我们的内在呢，能够调伏自己的烦恼。那在内和外两种呢，那其实呢，外现极静相呢是比较容易的，那要调伏内在的烦恼呢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如果呢，我们真的能够调伏内在烦恼的话呢，那自然而然，我们外在所现的这形象呢，它自然就能够是调伏的，能够是极静的这种相状。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调伏自己内心的这个烦恼的话呢，那光是嘴巴念着这些咒语的话呢，那其实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太大的功用。它顶多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绪之中呢，然后种下了一个习气。但是呢，对于说透由念咒呢所产生的真正的能力呢是没有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的内心呢没有调伏的缘故，所以呢透由听闻呢所显现的相状，就是我们的行为呢要呈现极静相。那透由修行呢所产生的这种相状呢，就是能够调伏心绪中的烦恼。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我现在呢想要开一家餐厅，就是为了说希望我的生活呢能够生活条件呢能够越来越好，所以呢我希望说我自己能够开一家餐厅。那在开餐厅的时候呢，它一定有3个步骤。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外在的这些硬体，就是资材，无论像是餐厅的房子，或者说呢遮阳板，或者说它里面的桌子、椅子，乃至于说像是餐具、洗碗机等等，这些硬体设备呢要有。那有了这个餐厅这个房子之后呢，那客人就会来吗？那不是，我们开餐厅最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很多人能够来。那很多人能够来呢，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那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厨师。那有了好的厨师之外呢，你也要好的食材。那做出来的食物呢，也要好吃。那这是符合第二个条件，就是一开始呢有了硬体之后，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能够有好的厨师，以及最主要呢就是好的食物，那才能够让大家来。那第3点呢，其实是最重要的。第3点就是你如何呢，就是去抓住客户的心，就是如何去吸引人，让吃过这家餐厅的人呢，他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因为他如果只来过一遍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达成你要让很多人来，然后让你可以累积到很多金钱的这种方法没有。所以呢，第3个就是你一定要让大家呢喜欢这一间餐厅，就是你要想办法呢吸引其他人呢来你这家餐厅，那乃至于说老顾客来了之后呢，他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来。那同样的呢，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一开始呢第一个步骤你要有一间商店。那有了商店之后呢，那第二个就是你商店里面所卖的东西呢，它要够好，而不是卖一些不好的这些瑕疵品。那第3个呢，同样的，它就是要吸引客人，希望说客人呢，他来你这边买东西之后呢，他以后呢还是会想要来，所以就会有种种的促销活动，无论像是商店或是像是餐厅也好，都会发很多的折价券。那这些折价券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能够吸引其他的客人呢，能够再回来。那同样的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也是一样。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就是有教室，有一个教的人，那第二个呢就是自己要在里面学习。那学习之后呢，学习之后所得到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学习之后，你要对于你自己所学的东西呢，你自己要能够升起一个满足的心，你要觉得说你学的这个东西学的内容它能够吸引你的，它能够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深入的学习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做任何事情呢，第三点呢是最重要的，它就是要能够吸引到我们，无论说对于自己也好，或者说对于他人也好，最重要是能够吸引到人，或者说吸引到自己，然后你才能够对这件事情呢，你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的深入，然后继续的说下去。那所以呢，我们再讲到说，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说，像讲说我们在学习五部大论也好，或者说透由我们去学习经论也好，那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希望说透由学习五部大论，或者说去听法之后呢，能够调伏我们自己的心绪，就是透由听了这些法之后，然后吸引自己。为什么吸引自己呢？因为它可以调伏我们的心。因为如果说它不能调伏我们心的话呢，我们就会感到好像是不满足一样，因为你不要说听了这些法之后，好像还是没有任何的转变。那如果说我们去听了这些法之后，心没有办法去转动的话呢，那同样的，那这个烦恼呢，它就无法在我们心绪之中去除掉。那就如同像刚刚讲的呢，就是我们开餐厅呢，或者说我们去做生意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能够去除掉我们生活上的这一些辛苦，可以让我们的日子呢过得更舒服、更快乐一点。那同样呢，我们去学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学法最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去除掉我们心的痛苦。所以我们在学了法之后呢，就要让这个法呢还有办法吸引我们，然后让我们的心呢有所转动。因为唯有这个样子呢，它对我们学法呢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地方。因为呢，我们学法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就是为什么说学法很重要？就如同说我们在讲说，我们每次呢观修皈依跟发心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学习五部大论呢，它是否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调伏我们的心绪呢？我们知道说这是很困难的，就是说不一定学了五部大论之后，我们是否就会调伏我们自己的心绪呢？这是不一定的。但是呢，如果透由观修皈依和发心，那我们持续下去之后，它是一定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动转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有所转变，有所转动。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呢，其实我们呢在学法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像是在尝试味道一样。那什么叫做学法像尝试味道呢？就比如说今天呢，这边有个善知识呢在讲述四谛，那我就过去听一听。然后呢，明天呢那位善知识呢在讲述12缘起，那我过去听。那又有另外一位善知识呢在讲述八圣道支，那我也过去听。那虽然呢我们听了很多的佛法，但是呢这就像我们在试味道一样，就是去听一听，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讲法或是怎样。就像我们在看到很多菜的时候呢，然后去试试看，这一道菜的盐巴够不够，这一道菜好不好吃。那你只是在试味道，就像说你去听了这些佛法，你只是去听听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但是你并不去实修的时候呢，那它是没有办法转动我们的内心。那既然没有办法调伏我们的心绪的话呢，因为不会修行，所以就没办法调伏心绪。那听了这么多佛法呢，其实就有感觉上好像有一点在浪费时间的感觉，因为它对于我们自己呢没有任何的转动。而且我们会讲到说呢，就是听闻之后呢，为什么要去修行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从过去世呢，我们应该是种下了很多听闻的习气，但是我们修行的习气呢，并不像我们听闻的习气这么的强烈，因为往往呢，我们就只是去听，但是呢，内心并没有真正的去修行，所以我们修习的这种习气呢，都不强烈。那听闻的习气就类似什么呢？听闻的习气呢，就类似像在冰上面盖房子一样。就是虽然说你现在在冰上面呢盖房子呢好像还蛮坚固的，但是其实大太阳一出来，然后照久之后呢，它慢慢就会融化，那你盖在这个冰上面的房子呢就会变得危险。所以我们除了有了听闻的习气之外呢，那最主要呢就是要加强我们自己就是修行的习气。因为呢你光有听闻而不去实修的话呢，就像是你有一个好的 3C 的产品，但是呢，你有个好的一个3C 的产品，但是你却不会用它一样，你却不会使用，那其实呢就是一种浪费。就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个好的食材，但是我并不会煮饭，
那些食材放在那边的时候呢，这么好的食材放在那边，因为我不会煮饭的缘故呢，那这些食材放久了，它自然就浪费掉一半。但是呢，如果说我会煮饭的话呢，我可以把这些食材呢好好的利用，然后呢煮出一顿非常好吃的食物。那吃了呢，对我自己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除了听闻之外呢，那最主要呢就是要加强我们自己去修行的习气。那在加强我们修行习气，最好的入手点呢，就是从观修皈依和发心开始。